对不对？哈，去就能跳了嘛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跳那3只小猪了，是吗？啊，不是3只小猪啊，是哪个？是刚才那个噔噔噔噔，不是。好，不要猜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啊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。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哦。好，如果你有圣经，可以打开你的圣经，不然我们一起。这一个故事，这个比喻非常的精彩。好，这个好事在这里哦。好，来，我们请。天国好比下面的故事，有一个葡萄园主清早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，他约定照常例，每天给他们1块银币，然后打发他们到葡萄园工作。上午9点钟左右，他再到市场去，看见有些人站在那里无所事事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也进葡萄园工作吧，我会给你们公道的工资。”他们就去了。后来中午12点钟和下午3点钟，他又出去，照样雇了一些工人。下午将近5点钟，他又到市上去，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：“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无所事事呢？”他们回答：“因为没有人雇用我们。”他就对他们说：“那么你们也进葡萄园工作吧。”傍晚的时候，园主对领班说：“把工人都叫来，分发工资给他们，从最后进来的先付，到首先进来的付完为止。那些5点钟才来工作的，每个人领了1块银币。轮到那些最早来工作的人来领工资，他们以为一定会多得些，可是每一个人也只领到1块银币。他们领到之后，就埋怨主人：这些最后进来的人只做了1个小时的工，我们却整天在烈日下劳作，而你付给他们的竟跟付给我们的一样。园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人：“朋友，我并没有占你便宜，你不是同意每天1块银币的工资吗？拿你的钱回家去吧，我要给那最后进来的跟给你一样。难道我无权使用自己的钱吗？为了我待人慷慨，你就嫉妒吗？”于是耶稣说：“这样，那些居后的将要在先，在先的将要居后。”你们觉得公平吗？觉得公平的举手。哇，真的有属天的智慧。传道起初真的读，觉得怎么大都不公平，对吧？从人的眼光都不公平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那我们要从什么的眼光来看呢？好，这个我们来想一下哈。来，有3个年轻人呢，在老人家的门前在踢球，踢那个垃圾桶。老人家呢，就从他的门走出来。哇，你们玩得好开心哦！我好喜欢看你们玩哦。你们来踢垃圾桶，哇，这个我看每天就很欢喜。这样，你们每天来，我都给你们1块钱。跟这个故事很像哦。听一下，继续听，哪边不一样？3个年轻人就很高兴，因此更加卖力的踢球，脚下功夫。3天后，这老人很忧愁的走出他的家门，说：“哎呀，我的收入减少啊，从明天起只能给你们1人5毛钱。要不要继续踢？要吗？要的举手。没有人要啊。有人要啊？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要继续踢？还是有钱。
还是有钱嘛，还有5毛嘛，对不对？踢总有钱嘛啊！好，1个礼拜之后，老人又对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最近呢没有收到老人年金了，对不起，每天只能给你2毛钱了。2毛钱，还要不要继续踢？还要吗？”这3个说：“2毛钱，看不起我们。我们只值你区2毛钱吗？浪费我宝贵的生命在这边表演，不干！你们会不会干？2毛钱会继续踢的人举手。会还是有不会继续踢的人举手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到底会还是不会？你从什么角度啊？会不会继续踢？至少刚刚有人讲哦，这也是一个军人哦。他说至少我平常踢球没有钱的，我至少来踢有多少？2毛。但是这些孩子说我不要了，为什么？没送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原来跟我讲好了哦，1块钱哦，没有多久变多少？5毛钱哦，没有多久又变多少？2毛钱。哎，怎么会越来越便宜？不要了，不干了，比较。亲爱的大家，他们说不干，这个老人心里怎么样？很高兴。什么原因很高兴？大声说。不用再付钱哦。可是他刚开始为什么要付？啊？其实啊，讲对了吗？这老人本来心意是什么？在这边太吵，我如果叫他们不要踢、不要吵，他们一定怎样？故意一定要嘛。然后他运用什么？人比较的心理，是吗？就觉得说，我怎么只值2块？哎，不是只值2块哦，是应该说怎样？你还值他最后说我只值2毛，不是哦，应该说你踢球还能赚2毛，就看你怎么想。所以这个好事要看什么？从谁的角度，对不对？这个恩典要看什么？你是白白得来。如果以这个例子的话，我踢球我白白可以得多少？2毛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圣经读的那个例子呢，怎么样？刚刚那个例子也是说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后为什么觉得不高兴？比较的心理，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不同的眼光，看事情就不一样。所以什么是好事？什么是恩典？什么是多跟少呢？好事就是什么？就今天的例子说，天国好比，耶稣讲得很清楚哦。天国，简单讲，天国就是国家一定有什么？有权利嘛，哈，你主权交给一个人，好，那这个天国意思就是你把你这个主权交给谁？神。所以刚刚传道有祷告，如果你的生命愿意交给一个人来掌权，那么他如果对你是好的，你的生命他就带领在你是一个好的光景。如果他的心意不是好的，就像那个老人家，他心意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坏的嘛，那就是坏。但是我们这位神一开始就说他是好的，从哪里知道他是好的？他就比他说天国这个美好的，我要赐给你们这个美好的人生。这天国好像怎样？好像一个那个葡萄园的园主清早出去，他怎样要请工人？我会给你们怎样公道的价钱。其实那时候跟现在其实很像的哦。那时候葡萄怎样？葡萄园一个季节的时候，在那时候你一定要马上收，你不收它就烂掉。所以来越多的工人越怎样？越赶快收起来，赶快收起来，那就是你的。你不好好赶快收，那些就会烂掉。所以以主人他觉得赶快，只要有工人来就可以，所以他就约定你们赶快来。你知道吗？那时候的工作的人员，其实跟现在我们那个在每一天在桥下，特别在台北有台北桥下，每天去打临时工的，在美国更多。你如果要每一天的那种工作的，你就去那边等工作，就是这样。
他们就是在那边等工作。所以只要我今天有了临时工1天的工，我今天就有什么饭吃。所以一大早，我在那边等，就有人说来进来，给你多少钱？你要不要1块银币？你要不要？要啊，有1块钱，我今天就能吃啊，我就进去了，就进去工作了。可是到了怎样9点的时候，这个那个主人又出来到市场说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在那边拉拉手啊？都没有事情做，你们也进来吧，我给你们公道的价钱，公道的价钱，公道的价钱，他们就进去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在巴勒斯坦的那个市场，劳工的市场，就是他们在那边等着工作，只要有工作，越早有工作，他的今天的生活就越早放轻松，越早有人能够来拯救我，不然我一天就要担心。再接下来呢，有什么样更呢？到了中午12点哦，到下午3点哦，这个园主呢又请人出去。又雇了1批的工人进来，到下了5点，晚上5点傍晚哦，又到就在那个人力的市场去，看到很多人还站在那里，因为他们已经绝望。我今天大概没希望，我的人生大概没希望，我已经到了晚上，我已经到了秋天，我已经到了冬天。没有，主人说，你们都没有人雇你们。来，进来，你们都进来，我会给你公道的价钱。有这么多的好事啊，居然到5点还有人来请我进去工作。那么我今天至少我有可能拿到那工作一点点的钱，太好了，好事不断的多，不断的多。怎么样好事？因为就工人来讲，他有了一个工作，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把握，因为他今天有着落，不用饿着了，他的人生不再饥渴。到了傍晚呢，园主就对这个领班说：“来，傍晚要下工了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每一天领那个零工的，每一天领钱的，来，把工人都叫来。”分给他们工资，要怎么分？如果你是主人，你会怎么分？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一定会从哪里开始分。我现在分了，后面全部都在看。圣经节讲什么？叫谁先进来？最后的进来，先付给他，而且付多少？每一个人都付多少？1块银币。那个最早来的，你想，他眼睁睁的看，心里开始打算，他5点才来，他都可以领1块银币，那么我很早就来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领的更多呢？结果有没有？没有，都跟最后才来工作1小时的人是一样多。可是这些人就在比较的心情下开始怎样？说我心里不高兴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这礼拜你有讲过不公平这3个字吗？你心里有没有 OS 过？有，好勇敢。真的不公平吗？你从什么角度？如果你从神的角度，从神站得高看得远，发生在这件事情在你身上，以未来将得胜，神要祝福你的，看现在，你或许要谢谢这个不公平。从神的眼光，好不好？我们从神的眼光，从神的眼光，神其实就是要拯救我们。神都跟我们讲好了，那个救恩都一样。他讲的，他跟一大早来的，跟5点来的，都讲好了公道的价钱，好不好？亲爱大家，我们从神的眼光，你才不会觉得你的人生有许多让你心情不好，或者如果你心情不好，就到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我常常说主啊，
你的眼光是从未来的来看现在的话，我相信你的心意是美意，我相信你对我的计划在我身上所作为的是一件好事，而且这样的好事会不断的发生，因为神非常的爱你，因着神非常的爱你，好不好？把这种心比较的心、嫉妒神所不喜欢的放下来，因为很严重哦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于是耶稣说：“这样，那后居后的要在先，那在先的要居后。如果你的心不是神的标准，那么很可惜，你还没有找得着神的恩典，你没有赶快把你的心让神来掌权，你心常常在七上八下，然后眼睛都是看别人。”吃这边的恩典的碗，人讲夹进挖来看挖外，吃这个碗里面的，结果你看外面，然后越吃这个就不觉得甘甜，你就不只觉得神恩典的甘甜，好不好？你在这里吃神的恩典，领受神的恩典，好好享受。主啊，感恩的心，献上我那个比较嫉妒的心，献上我那个不是从神的眼光的。主，你帮助我从你的眼光。主啊，帮助我，神就要来祝福我们，因为神是完全，在他那里，主有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而且神的恩典是完全，他的好意也是完全的。神的好意，神的美好，就是使人恢复跟他的关系，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影片，在神看为那是美好好事，因为在原文里出现最美好的好事是在创世纪。神只要创造一件事情好，他就说怎样？我看为是好的。所以你的好事跟神有没有同标准？如果没有，请你听传道好吗？到神的面前好好调整你，最好要认罪。主啊，跟你不同标准，我赶快回到你的标准，不然神给你的祝福那个标准不同都漏掉。因为裂开嘛，标准要同，怎么样可以同？到神的面前祷告认罪，神会光照你说哪里是不合神标准，神会让你恢复，那么你就再承接住主给你的这个祝福，这好事就会不断，好事要发生在你身上，阿们吗？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心意就是祝福我们。主，你的心意就是要你的拯救临到